上巳节嘛，和心爱之人踏青乃是常事。心爱之人？我被革职、被追捕、被刺杀，他和心爱之人去踏青，此人是谁？正是当日刺杀丞相之人。岂有此理！丞相莫急，得知陛下提前来镜花楼，我已飞鸽传书，让姐姐回来。陆姐姐识大体，定会日夜兼程的赶回，绝不误了大事。那人是什么来路？这妾身还真不知道。不过听以华姑娘说，他是世间仅有的一个能让陆姐姐魂牵梦萦、分寸大乱、奋不顾身之人。他想做的事，纵是匪夷所思，陆姐姐也欣然相配；他想去的地方，纵是碧落黄泉，陆姐姐也欣然奔赴。出去！丞相息怒，其实妾身也觉得陆姐姐此举甚为不妥。日后丞相若是有用得着妾身的地方，大可以直接让妾身去做，又何必要让陆姐姐？我让你出去！